我在是时间吧，痛我还没醉，是我永远的骄傲，即使会对我招手，就像日落，你总说没关系，我哼着唱着想着快乐。平常都在做些什么？直到我在一点，不是在缺宝贵的时间，你凑着笑着抱着你我从前。好久才能见这一面。各位媒体朋友早安啊！那今天早上啊，跟各位媒体朋友报告个好消息。那我们的5位受伤的这个长官跟弟兄啊，其中住加护病房的2位黄佑明中将跟我们陈运竹上士啊，这2位的病情啊，这几天不管在这个病情生理方面，就是他整个疾病的受创伤的状态呢，慢慢在恢复。那另外他的在心理的层面呢，其实也要谢谢国人给他们很大的支持。那也包括我们三军统帅、总统、副总统、行政院长跟国防部，还有国防部长，还有国防部的各级长官啊，来给他们加油打气啊。加上国人的祈福跟一一的期盼，我觉得他们心理复原的速度啊，跟素质啊，说实在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。那生理跟心理是互相影响，所以他现在整个他们所有2位加护病房的黄中将跟陈胜士啊，他们2个的病情啊，不管在心理跟生理方面啊，都非常的好。所以我们决定啊，提早昨天我们医疗小组也开了个小会，今天早上啊再次确认他们2位啊提早从加护病房转出，所以今天早上2位现在都已经在普通病房。大概是这个消息跟各位媒体朋友报告，也让我们支持他们的各级长官跟国人啊，能够为他们的病情进步而感到高兴。另外3位轻伤的状况，其实他们都非常的稳定。他们现在已经在进入除了心理的评估都做完以外，那伤口的包扎啊，还有这个治疗啊，另外现在在做复健啊，因为他们都有多多少少有一些严重的挫伤。可能必须热敷啊、电疗啊，另外他们有一些脊椎啊，或者是肌肉的拉伤的部分呢，也希望这些复健能够帮助舒缓他们的疼痛。所以他们现在包括这个曹中将，包括这个刘孝堂少将，还有周心怡这个中校，他们现在都开始在做复健。有没有预估什么时候可以出院？可能曹中将会快一点啊，但是最快也要礼拜3、礼拜4以后，因为在巨大的创伤以后，我们怕有延迟性的内出血或内脏破裂啊。另外，整个心理的情况，我们也要至少要评估1个礼拜左右啊，免得产生所谓创伤后症候群。那目前看是都没有，所以在这种巨大创伤的病人呢，虽然曹中将似乎病情比较轻。但是实际上他身上还是很多的挫伤跟伤口，需要包扎啊，需要恢复所以呢，
再加上心理的观察，大概至少要1个礼拜。那因为是上个礼拜4，所以最快也要到礼拜3、礼拜4以后，我们才会让他出院。